个民进党的选对会已经确定征调交通部的前部长林佳龙来参选到新北市长。若国民党现任的市长侯友宜有要拼连任无？侯友宜今仔日回应了，讲市政优先，会尊重，而且配合着党中央的规定，拍拼向前行。离选前剩无到5个月，侯友宜从来无正面回应到要参选连任的问题。知影民进党的林佳龙要出来选，侯友宜总算开嘴讲话啊。选举都是一时的，最重要你的角色，你还是市长角色，你总是要把民众所关心的大小事，请你把它做好才是最重要。那至于选举，我们都会按照党中央的相关的规定，大家努力向前行。国民党的县市长提名方式过去拢是现金优先，不过侯友宜都无表态，嘛互外界质疑，敢是要跳过2022县市长选战，直接要战2024的总统大选。一天当市长，努力把握当下，好好为市民做事。希望我们在这一年的任期，我还是要把握最宝贵的时间。让有一些政见需要完成的，我们把它做好。侯友宜的战术是市政优先，再来讲选战，做好市长的工作，才会当谈2024。所以侯友宜的表态，看到新北南寮对决的办势已经真分明。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